你有冇諗過，其實喺好耐以前，世界唔係男人話事嘅，而係以母親為中心嘅社會。母權制即係母親從一開始，而父權制就係父親的統治。喺母系社會，每個家庭、每個村落都圍住女性去延伸，但男人唔係被排除，而係同女性互補，大家和平相處。想象下，唔使爭權，冇打壓，生活可以好安定。母系社會係幾時開始嘅？準確時間追溯唔到，但至少超過1萬年前就有咁嘅生活。屋企裏邊幾代女仔住埋一齊，男人唔係生育權威，而係社會副職，照顧侄兒侄女，協助家族事務，男女互補，而唔係互相爭奪權力。諗下今日嘅父權社會，一家大事都要睇最高權力者點話，父權決策高高在上，但係嗰度每個人都有發聲，結果往往比你想象中公平。經濟上，母系社會好簡單，但好有智慧，大家農金自給自足，財物唔會集中喺一個人手上。節慶時，富裕家族要請全村人食飯，分享資源，獲得榮譽，而唔係剝削。女性掌握糧食、土地同經濟分配權，所以社會互相支援。想象今日嘅父權社會，財富集中，貧富差距大，搶佔資源，完全唔同於和平又公平嘅母系社會。政治上，決策全部係共識制，屋企、村莊甚至區域大事都要大家傾到一致先做。代表只係傳達資訊，唔係決策者。冇階級，冇統治者，冇強制執法機構，權力唔集中，冇壓迫。今日嘅父權社會呢，領導、統治、打壓、階級、警察、規則，乜嘢都係為咗保護權力，而唔係為人民。文化上，佢哋信重生，死咗嘅人會係自己母系家族再生。女性受到極大尊重，因為佢帶嚟生命同埋家族嘅新生。佢哋睇天地、日月星辰同生命循環一樣，冇善惡，冇男女性別優劣分隔。所有生物同物件都係神聖嘅，日常生活都有象徵意義，每件事都被聖化。咁你就明白點解社會可以咁平和，完全唔似父權社會咁，總有人高高在上，總有人被踩低。所以母系社會唔係女人統治，而係尊重生命、平等互助。對比今日嘅父權社會，你會發現好多不合理，權力集中、資源不公、性別差距，真係荒謬。呢啲智慧今日仲可以俾我哋思考，學下點樣用喺現代生活。想深入傾呢啲社會結構同價值觀，或者順便學埋正宗粵語，可以去我 YouTube 社區同我交流，或者喺 Preply 上揾我做1對1嘅語言課堂，邊學粵語邊傾文化，一舉兩得。